后来继续来看南投草屯的图书馆，最近这几年来，积极配合着县政府的文化局来推广着本土语言。这届是以客语为主题，透过客语歌谣、假唱的方式，要让乡亲对客家文化有更较侪认识。在充满客家气氛的环境中，本土语言活托的推广活动精彩展开。参加乡亲唔乃使了解台湾的客家分布的状况，也有简单可趣味的日常话，以及真济客家歌曲。地方语言传承给下一代，这是非常好的。让大家多多注意，多多去学习自己的母语，然后再把这些语言跟文化继续传到下一代，这样子落实语言的平权。以活泼趣味方式推广客语，真侪乡亲来参加。长期伫做客家文化推广的音乐大师何义峰，嘛专工到现场，甲乡亲互动，帮助文化的传承。文化是一点一点的累积，那文化才是我们的自己的生活、生命的根。所以文化的话是跟时间在赛跑的，我们现在及时的去找寻我们以前快要凋零了、快要失落的这些文化。由草屯镇图书馆甲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合作，举办真侪年的本土语言活动推广。逐摆拢用无同款的主题，互民众真侪学习的趣味性。